飛虎叫雞，阿澤出手炮製。你咁嘈，我投入唔到啊！個感覺係點啊？悶到仆街啊！小琪好唔同嘅人咯，其實Dada真係外形上同小琪有分別啦。低俗喜劇叫好又叫座，早排仲話拍續集官人我又要，陰陰姐都未開始要，彭浩翔又有新搞作。老細，我哋翻咗好多正嘢喎，不如叫翻隻嘆下啦。飛虎出征，監製並唔係咁講嘅噃。係飛虎出征，征戰嘅征喎。其實係我一個小說改編嘅，有個叫做特別任務連啊，係瘋狂喜劇嚟㗎，即係其實係低俗喜劇同埋春嬌與志明嘅結合嚟嘅，都係講一班飛虎隊去叫雞嘅劇情。仲話會有少少鹹，多多粗口。出年1月喺澳門拍。